他等到小时候认识呢，别跟我们给加那个泥巴，我说牛切当，这这么着月啊。他我说也追不到个，那对是我说我们给吹气死他的，吹牙沙当，我说双牙沙当，等等我说个等着，他早会牙沙都等到长嘛那他们给他白表的，去的教的啊。他这里呢，长春是那他们给的，那天把要的过的，他天把怎么是，那是先天把节的节，从那年，那杂本是按照要的，那他农村那钱下呢，等我说我说，我们说个对节，他那我说马岗节，我说马家啥节，他那我说路上出中了，他等我从我妈的他的啊，他那我去呢，等我说这去。我说我记得小对是的，小说，他那早块钱那还没给，真的这人去这个，咱这么这些，他能做钱是我从后面给，我们做生意那这，我说家做生意那这厂嘛这的，但这是你要的对，咱我说家做事情，咱我说我们做事情，他这样，他这个厂嘛，而且这个样。还搞不结果到过一些，当我们呢，当我做厂嘛，新级培训的当过，他打算呢，他中国是当革命我里呢，我是厂嘛的呢，这个厂嘛的他去了过他，我说给他家当的呢，电信给的呢，这不都收回上，他这个呢，我们新创给我那记得，我们他这那他们跟我说，记得人家也是给。我主要是我说俺也是，我说俺说到这里什么的那普教上的嘞，对，他做记得了，我说俺娃给那边去当过的，对，他这是他做的那嘞，但那位呢，在新个拖拉说不到这那项目给他，我说几多的，他1000多了，差不多这那样过的他地上多少块呢这里都过，当然这说的就是做，他那项目给那加苦是，他加苦是按照叫那项目，加苦的对，真的他真的他说那加杂节，真的新疆节那项目给他按照节，新疆，他在我那个，你知道吗？就记得到那时候路上真的，那记得加茶呀，加茶，加茶在那里，加茶对，他这个那我那项目给。那我那我掏了过来，那这我还叫一趟说，这咋过老师把家的那我这个掏，人家没做什么没去当那做过的长毛开，但那里没当起的呢，他破个是摸个是要你切过的过来，破个摸是要你切过的，破长毛的呢，搞下的那个圆的，这摸长毛的圆的切，我这里切包的切，那我给他，他卤水都在这切的。